那台北即馬台南一間連鎖品牌建醫明診所嘛傳出哪像有鬥占空，檢警介入調查，這診所負責人甲店長佇訊後是分別以30萬甲5萬塊包保。下午經濟起來創監視鏡頭，醫美診所占空偷窺案繼續探燒。台南衛生局最近擴大稽查協過來，醫美甲美容美體技誤採購佇連鎖品牌建醫明位佇中西區的醫美診所美容室，發現親像占空等設備，隨通報檢警處理，佮要求拆除。偵煙器內發現疑似針孔攝影的設備，那當場立即要求診所拆除攝影設備，後續已有檢調進一步釐清。那經查，該醫美診所在全國登記有5家分店，其中2家在台南市。記者表示，店面13年承接自愛爾麗，所利用原本的監視設備，目前台南2間診所只有中西區查獲占空設備，因為建醫明佇高屏地區也有3間診所，高雄衛生局協報採購去三民區診所稽查，雖然無發現占空，也毋過診療室甲治療室要監視器。為確保民眾就醫安心，本局已徵得婦德醫師同意，並悉回監視器主機，交由檢警單位進一步釐清調查。連鎖醫美連鎖發生親像偷窺，引起患者驚嚇。經過檢方審問，建醫明細五負責人甲細樓店長分別以30萬甲5萬交保。後續檢警甲衛生局會繼續調查，衛生局也提起醫療機構嚴守醫療穩殊維護規範甲醫療法，若發現違法的代誌，會嚴格查辦。記者綜合報道。